季小姐，记者小姐，能不能采访一下我女儿？那我们这边不，就几分钟时间，这几分钟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们不采访我女儿，那将是你们的一次大失误。不会吧？那请问您是？我是37号选手秦冰的母亲，在这里我就不多说我女儿有多优秀了。作为她的母亲，我深深的知道，我女儿秦冰这次就不是过来比赛的，那我女儿是过来夺冠的，因为那将是她信手拈来、瓮中捉鳖之事。所以我相信，我女儿夺冠那就是时间的问题。那请问37号选手，您的母亲对你这么有信心，你自己怎么看呢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妈的个性比较直，说话呢直来直去的。但是我认为，所有的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儿女是最优秀的。她真的是很优秀。妈，谢谢。再这么玩，换死我啊！控制。那我们先走了，谢谢各位。我们虽然不知道37号选手最终能走多远，她可是我妈呀，我可不跟她出门，这太丢人了。一把年纪了，一点礼貌都不懂。哎，你看，那边还没采访完呢，她就冲上去了，想出名想疯了吧？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觉得这个妈妈挺可爱的。现在这个社会可爱有什么用啊？以后啊，谁要找了一个这样的丈母娘，那可真够呛的。就这个地方要鼓起来，整个头型显得饱满啊！哎，别，你看那边那人长得啊，他是走错地方了吧？长成那样还选美，哎，那么明显让人发现了。长那样还来比赛啊？那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这海州女儿比赛，他以为选海州奶奶呢。不行，他们不好，妈高兴啊，你最好的。乖啊，等下别笑场啊，你不会笑场的。哎，你轻点儿。是啊，给我弄疼了。快！先走一下啊，快点回来啊。喂，媳妇儿，在电视台吗？啊，我在化妆间呢。我刚才在电视上看到你了，还有你妈。唉，我就不应该让我妈给我拽进去。我没化妆是不是特难看呀？效果非常好，我跟你说，你不化妆都非常漂亮。嘴变甜了。然后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咱妈的评论。那怎么说呀？也没说什么，说她有点哗众取宠吧。瞎说！我妈不管怎么做，也是为了我好。媳妇儿，你听我说，他们的意思呀，可能是……赶紧上班吧啊！挂了。妈回来了啊！哦，我发现了新武器，来试试。妈妈新发现。对，你戴上喜庆，你看人家都戴花。妈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啊，咱以后不跟记者说那些话了啊。说哪些话了？我觉得挺得体的。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太有面子。面子值几个钱啊？能吃能用还是能花呀？我不太习惯别人对我指指点点的。这你就不懂了。
身正不怕影子斜。要是没人说你，那你才叫完了呢。生活就是需要别人指指点点。乖啊，咱们来试试。这样，隐隐约约的在里面出现，我知道这太花了，我不行。哎呀，你就点缀一下。王迪，冰冰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彩排呀。那其实啊，那边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俩说好了，他真的支持我。冰冰啊，她就是梦妮啊。阿姨好。哎，好好。还好你选的朗诵。冰儿，老公。累坏了吧？啊？冰冰，搭志恒车一块儿走吧。用不着，我们打车走。那用不用我陪你回去跟阿姨解释一下？不用了，你们俩先回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怎么了？我们之前帮关海骗阿姨的事儿穿帮了。走。拜拜。以后少和这俩白眼狼在一块儿。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哎，我刚才觉得吧，你就特奇怪，摆着这个便宜你不占，现在变得有骨气了。我这叫不为五斗米折腰。就你还不为五斗米折腰？媳妇儿，参加选秀呢，压力不要太大，你一条我一条，随时陪着你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死定了！今天我妈发现，梦妮就是你表妹。妈，你想问什么就问吧。我想问什么，你心里最清楚。关海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广告业务经理。那就是业务员。是。之前的那个洋房呢？梦妮的。他叔叔呢？梦妮他爸。他家的那个电视台呢？关海二舅妈的表哥。